先生们、女士们，我们飞机20分钟后将到达白河机场，请各位旅客做好准备。这位先生，麻烦你坐好，咱们这飞机马上就降落呀。我的一个手提包看不见了。好，你稍后再找吧，你这样会影响其他的乘客。行了，好，你帮我记录一下呗。好，你好，包是什么样的？它是一个灰色的公文包，里头有我的身份证，跟一个挂着林宝坚尼、法拉利、保时捷、劳斯莱斯、路虎还有玛莎拉蒂的钥匙串。对了，里头还有广州二沙岛皇家1号别墅的3条钥匙。如果要是找不着了，我只能在他游艇上搜一搜了。啊，行，我马上找人去找。你稍等啊。啊，先生你好，你那包一路在机场那边的，那么已经安排明天的航班帮你送过去。啊，哎，看着急了后生啊，可是回不了家了。让顾客开开心心的回家，是我们天天航班的服务宗旨。要不这么着吧，你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今晚可以去我家。不介意。哎，你交了那么多豪车跟别墅，你到底是干什么嘞？哪有没呀。我就是个配钥匙的。啊？